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11月初9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，申命记24章17节到22节，马可福音11章11节到12节，20节到2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花果。无花果是一种看袂到花的果子状，所以安尼就被称作无花果。但是事实上，无花果并毋是真正无花啦，伊的花呢是生伫内面，生伫迄个果子的包伫迄个果子包内底。无花果是一种含有足侪迄种纤维啦，嘛有即种超过5种以上的维生素营养的一个果子，通好生食，嘛会当晒干，或者是呢制作即个果酱来食。是叙利亚啦、近东啦，以及即个亚洲真正丰盛的果实啦，果子状，也是以色列人日常的食物。圣经有一摆提到着无花果做即个教导，或者是譬如耶稣基督捌看到一丛无花果树，伊只有生着无成的叶无结果子，伊就安尼来救助这个无花果。真正有影，无花果树过工就已经孤单。马可福音11章12节到14节，20节到24节。隔日，耶稣甲门徒对伯大尼出来的时，耶稣腹肚枵，伊伫远远看到一丛有真侪叶的无花果树，就行往去看有果子啊无。伊行到遐树顶叶以外，拢无看到半项，因为毋是无花果的季节。伊就对迄丛无花果树讲，永远无人会搁食你的果子。伊的门徒拢有听到，加早起耶稣甲门徒对遐经过的时，看到迄丛无花果树规丛拢焦去。彼得会记得，就甲耶稣讲：rabbi比，你看，你救助迄丛无花果树已经焦去啊！耶稣因讲：恁伫信上帝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无论什么人对即座山讲起来，去吞海，伊心若无犹豫，所讲的一定会实现，嘛会安尼互伊实现。所以我甲恁讲，恁祈祷的时，无论求什么，信已经得到，就会得到。这并毋是讲耶稣基督因为家己无通好食无花果，就安尼救助无花果树啦。其实这是形容一个人的性命，也就亲像这丛无花果树同款，只有生叶无要结果子。就是讲，无有信仰生活生命的见证，就必须爱死。就好像亲像雅各书第2章所讲的信心若无行为，就是死的同款。犹太人真爱强调守诫命，但是却无一定活得出美好的见证。因就亲像迄个无花果树同款，只有生叶无结生命的果子。
无法度活出见证。申命记24章17节到22节教导命令以色列人，着爱顾念孤儿、寡妇以及出外人，毋通将残年的收成收甲清气，必须爱留互需要的人去捡拾。但是并毋是所有人拢会做会到啊。圣经申命记安尼讲，恁审判毋通冤枉外族人甲孤儿，嘛毋通摕寡妇的外衫做抵押，着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做奴才。上主恁的上帝有甲恁对遐救出来，所以我命令恁着安尼做。恁伫园里守5谷，若用一捆袂记得，要放伫园里，毋通阁踅转去摕，着留互外族人甲孤儿寡妇。安尼，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所做一切的事来赐福恁。恁拍恁的橄榄树了后，毋通阁顺遐的树枝，着留互外族人甲孤儿寡妇。恁挽葡萄了后，剩的毋通阁挽，着留互外族人甲孤儿寡妇。着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做奴才，所以我命令恁着安尼做。疼人活出性命见证是上帝的命令，所以基督徒若袂当活出这种的信仰见证，就要失去性命，亲像这个无花果树同款。诗篇146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我一生要称赞上主。我活的日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。毋过倚靠君王，毋通倚靠会死的人，因袂当帮赞，因一个断开就归土。因的计划伫迄日就落空，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。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。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万物。伊永远信实，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，伊赐食物互枵饿的人。上主讨帮受关假的人，上主互盲人看见。上主扶起受气压制的人，上主疼惜义人，上主保护出外人、夫妻、孤儿、寡妇，伊互歹人的路行袂通。上主会永远做王，是安那？你的上帝要做王，直到万代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恳求主爱主帮助阮，会当活出美好生命的见证，愿意帮助人，互人得到利益。阮有气力去帮助需要的人，去关心软弱的人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